1点呢？你小下动酒，2点，我爱出去了嘞。3点嘞，唔通做乜嘅？紅姑hen係好朋友，一隻大金條，2隻做上橋。哇哈哈，節目就會開始啦！阿爸，我注意一下，我睇做鳳頭湯，到3點，貨記得切片咯。好，我知你啦。你們講1點呢？喊我等到3點。等上笑喲。董上笑，阿江，我去那位呀？我去同學木卡了卡唔到張戲好冇？阿妹土鳳頭痛，唔同嚟講下，到3點，我記得很危哦。唔過我同同學約好了呀。阿你唔同嘢同我講，卡唔到張戲啊？哎呦，捨唔得啦！好嘞，就安尼啦。我記得3點我很危哦。阿爸，哎呦，我都同同學約好了，2點我去同學木卡了啊！哎呦，你們有選講好。姑，世界最偉大嘅英雄，Super Chicken了咧！什麼點嘞？這個超人給到了退休啊！請勇敢嘅 Super Chicken，天朝嘅百姓嘅任務。王子，跳下來跳舞。哇！這個超人給到了退休。這個超人天朝嘅百姓嘅任務。我冇法度咧。哎呦，有選講好，有選講好啊！快2點嘞！細姑，等一下。做乜嘅？阿爸講，阿妹討煮鳳頭湯。3點時，我喊阿爸同貨切配咯。阿妹，我要去玩球了。3點，唔知該喊阿爸關貨。等一下，3點，我愛出去。唔過我又唔要看時鐘，我呢會點呢時候喊阿爸？冇要緊，我講唔看咯。你們斷金自己意。長金自己心意，這係2點，唔知你冇啊？斷金自己意，長金自己心意，這係2點鐘。等到斷金自己3，長金自己心意，這係3點嚟啊？唔知你冇啊？斷金自己3，長金自己心意，這係3點。對咧。冇唔錯，記住咧哈，3點我去喊阿爸哦，我愛去同學木卡咧。我快付唔到咧，唔可以記得咯。這樣
件衫，从今至今心意只系3点钟。哦呵呵呵，我会看时钟了耶！咕咕咕，世界青比赛嘅英雄 Super Chicken 了咧！啊，什么点咧？这个超人给他人退休啊！青勇敢嘅 Super Chicken， 天朝未完成嘅任務。王子，冲下来跳舞！这个超人给他来退休！时钟怎么走这么慢啊？很无聊欸。睡掉啊！谁顾？嘿嘿嘿，什么事啊？你来帮我好不好？要帮什么忙啊？睡掉啊！你帮我看时钟。看时钟。等到时钟走到3点的时候呢，你再到外面叫我。时钟走到3点，可是我不会看时钟哎。我教你，好啊，很简单哦。你看哦，短针指到3，长针指到12，都系3点。短针指到3，长针指到12，只系3点。好，我知道了。3点再叫我，我就在外面哦。好。短针指到3，长针指到12，只系3点。长针好像快走到12了耶。奇怪，长针怎么都没有动啊？谁姑3点了呀！那个长针还没有走到12耶。这只系忙3点嘛，决定加下啦。奇怪，长针怎么都没有动啊？谁姑？3点了呀！长针好像都没有动哎。这只系忙要3点吗？谁顾？怎么都两高球啊？你喊阿爸来遐？还忙啊！我头先没喊冇看时钟，3点，我喊阿爸遐。睡掉，昨天还看啊。还有。睡掉。你买几多点了呀？长针。 3点半了，这样这么冇兴来？这个，你怎么冇喊阿爸呀？从今要还忙到什么？乜个妹呀？看咧，超火来咧！超火来咧！可是长针一直没有动哎。
长子。阿俊哥哥，你都是这么安泰？甘有？阿毛安来比一下，今天，亚卡泰，选项，还是亚卡泰？哎呦，你到底是嘛解呀？我就食粥、食猪，还有食鸭啊。我们还食粥、食猪，还有食鸭啊。安尼我们你几多点食粥啊？我就6點嘅時間食粥，7點也食粥，8點也食粥。 6點食粥，7點食粥，8點沒食粥。哎呦，你食太多了啦！安尼你幾多點食粥？我1點食豬，2點食豬，3點還係食豬。1點食粥，2點沒食粥，3點沒食粥，你食太多了啦！安尼，該食食咧，等下，我想唔聽唱係8點食食，9點食食，10點沒食食哈。唔係，我是8點食鴨天天。哦，唔食食冇食按多嘛？唔過啊，我8點食過鴨以後呢，9點就食點心，10點還係食點心，4點還係食點心，12點嘅時間，我還愛食燒鴨。啊，我食太多嘅嗬。唔係，我係個，你是小鴨，怎麼是對我係啊？藍天啊，做乜嘅？你見住個韓國女呢？乜嘅？見住個？你講，韓國女呢？It's me， 見住個見到太平和，滿意馬街個，衝上來嘅阿不多。It's me， 見住個見到太平和，滿意馬街個，衝上來嘅阿不多。朋友，你在飛啦！